乡下论坛结束了后，上海团第三下晡末去参观台北的大巨蛋。台北市的体育局局长就表示，上海团有二路大巨蛋真现代化。另外，针对上海副市长讲要推动上海人来台湾观光旅游，咱国内的旅游业者是拢真期待。因为着几回函观光署是回应讲，咱台湾政府欢迎中国游客的立场一直拢无改变。 副市长对台北市什么最有印象？上海市副市长发言，敢若一手微微啊笑，媒体甲问啥物，伊拢无回应。上海团下晡来大巨蛋参访，体育局透露讲，上海团感觉大巨蛋真无简单，因为参观披甲帽的牛皮选手球棍等等。今天与会的所有的贵宾哈，对于我们这个台北大巨蛋都表达了非常的这个震撼哈，因为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体育馆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他们来做参考。 代表上海双向论坛第17起过，上海市副市长发言宣布要恢复上海的团客来台湾旅游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旅游业者拢真欢喜，非常的开心，业者也都准备好来接待我们大陆的旅客。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尽速的解除台湾就是旅行社赴大陆的禁团令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两边的观光旅游可以朝 正常的发展。针对上海民众组团来台湾佚佗，陆委会甲观光署拢讲真欢迎。观光署阁声明讲，台湾相关机关已经传好势啊，会看中国文旅部正式宣布开放的具体状况，随时来对应实施。 有关恢复两岸旅游交流，将持续依对的原则推动，会依实际的状况来做滚动检讨，以利相关政策符合全民及观光业最大的利益。陆委会用文字来回应讲，欢迎中国客来台湾的观光立场拢无改变，不过嘛质疑讲，进前是中国文旅部单方来规定讲，来台湾观光旅游敢若限定福建省的民众，即马上海市向阳跳入来，唔知香港会怎遵循？记者综合报道。